師嘅精髓咧，係教緊個細路仔咧，成個人嘅生觀同埋思考方法啊嘛。教育係生命影響生命，咁其實自古以嚟都係嘅。如果你願意係付出咧，咁我最中意講嗰句啦，你結果收穫啦都係好大嘅。咁而呢個收穫咧，就好多時咧就唔係金錢上嘅，唔係名譽上嘅，而係可能咧真係會得到一啲你自己嘅個人嘅感，或者我唔想得到實現，你可以改變到啲嘢。特別係去弱勢學校咧，令到個學生咧覺得自己會追尋落去咧，就成功。都話啦，佢冇機會揾過自己父母，但係咧佢有機會咧遇到好嘅先生，而好嘅先生咧就係觸發得好大。點解有啲人咁有特權？點解啲人終身都唔可以出頭？點解有啲階級係會不斷上升，有啲階級係冇機會上升？即係呢個就係嗰個社會晉升嘅問題。咁至於去幫佢哋嘅語言啦，係嘛？學習嘅態度啦，建立佢哋啲自信心啦，咁或者對佢哋個發展都有幫助。我哋要信呢樣嘢，人係向好嘅，人係想自己好嘅。就算一個好曳嘅學生、好衰嘅人，我都願意相信佢想自己好嘅。佢雖然好唔到而家呢刻，雖然佢身上好多行為好乞人憎，人人都話佢衰人，但其實佢有種力量係想自己好嘅。咁呢個亦都可以話係教育一個信念嚟。好多濫藥嘅後生仔，可能佢唔知自己做緊乜嘢，或者係佢佢覺得自己樣樣都做得唔好，其實佢哋嘅 self-esteem 好低你幫佢發掘佢自己嘅優點啦好似你講，你俾一啲 duties 佢去做，佢覺得自己係有用啊，或者係重要啊，咁其實呢啲都係可以幫助佢有即係對自己有啲正面嘅睇法咯。呢國家政府嘅報告也好，國際顧問嘅報告也好咧，都説明咧一個系統教系統成功嘅因素咧，在乎教師，在乎教師啊！點睇橫睇掂睇都係教師。你揾優秀人做教師咧，就唔係考試成績優秀咁解咁簡單嘅，而係嗰個語言嘅 pattern 啊、人生嘅態度啊、進取啊，同埋咧。係對於成敗嗰種解釋性啊，每日都有成敗嘅一件事情嘅成敗發生緊噶嘛，佢嘅解釋能力咧係會幾有前望嘅。咁所以我估計咧，就你哋作為老師咧，最緊要係你自己本身嘅人生價值觀呢個最重要。冇人生價值觀咧，就係變成工具咧，又唔係算最理想。呢個都唔可以長遠做得好嘅。即係一個老師同學生 interact 嘅過程中咧，其實就係教育緊佢嘅。你有心教冇心教，有意識冇意識，都係教咗佢嘅。咁有時係教好咗佢，有時係教壞咗佢嘅。佢一日發現到自己能夠掌握命運咧，邊個 stop 佢到佢咧？佢年輕人你冇辦法 stop 佢噶，阿媽都唔可以啊！佢因為一日佢發現咗佢自己能夠擁有控制到自己命運咧，冇人可以 stop 到啊！呢個我覺得係教育嘅最好最優秀嘅地方。嗱，所有你教緊個細路仔有前望性嘅價值觀咧，你俾個細路仔個文化資本咪好有利咯。個細路仔原來好相信自己，同埋好有一種延後性嘅滿足感。你聽佢講嘢好用心。望住佢，聽佢講嘢，了解佢，明白佢，教識佢少少嘢，佢就覺得老師真係好咁老師亦都暗示係咩啊？就係成年人原來係愛護我哋青少年嘅，佢會咁推廣落去。原來成年人有啲成年人，起碼我嘅老師係可信。教育美妙就係呢度，佢可以循環。即係咩意思咧？我第一年做得唔好，我寫低邊啲嘢唔好。第二年我去講，
10樣嘢唔好，第二總結翻嚟，好改3樣，都好失敗。希望改10樣，但係改3樣 OK 啊，改3樣都好啊，係咪？好啦，然後第3年我又可以改，第4年又可以改，即係佢個美妙就係可以再做，可以再做好啲。因為咧就坦白講，份工自己本身即係個收入你只可以好穩定，但係就一定係話好 attractive。咁負責亦都唔細嘅，咁所以你一定要有心去做啦。如果你假如你係即係中意同人分享嘅，你中意生命去影響生命，中意係去睇到一啲人成就嘅。而你又曾經咧喺某啲時間咧，即係你覺得自己貢獻過，雖然你唔好期望佢一定會多謝翻，但係呢個係一個好好方法咧，係改變一個社會、改變一個世界嘅一個小小嘅部分。